从火车站，然后就是转乘的时候会骑 U-Bike 上下班这样子。因为它同一个账号可以每个县市有 U-Bike 的都可以用，还可以绑很多卡，然后你就是都可以在各个县市借。而且现在有 T-Pass， 就是前30分钟还免费这样。然后还有就是它在同一个县市里面，其实站点都特别的多，所以你去到哪里，其实基本上就骑 U-Bike 其实都可以到这样。平常就是中午的时候会出去吃饭，那有些距离走路会觉得太累，通常都会选择 U-Bike 骑去四处吃小吃。然后重点是吃完的话，还有它骑回来又可以饭后运动，比较方便是可以不用带现金，直接刷卡或是绑定账号就可以使用。然后呢，其实台南的站点非常的多，所以要到哪边吃饭，我都觉得是非常方便。从12年前我们开始推出 U-Bike 到现在，其实台湾陆陆续续这么多的县市导入 U-Bike 之后，在台南市的 U-Bike 启动的时候，其实台湾大部分的人都已经使用过 U-Bike， 然后也知道怎么用它，所以台南的启用其实是非常的顺利，只要一注册，全台走透透。所以呢，台南在启用这个 U-Bike 之后，我们观察到的是，所有的观光客都很自然、很习惯，然后骑上了 U-Bike 之后呢，就可以去他本来开车到不了的地方，所以呢，也连带的带动了一些在巷弄里面的这个店家。这么快速的可以达成这么多的使用量，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我们布点的速度很快，那站点加密之后可以方便使用。第二个是不管是台南市的市区或者是新营的市区，因为它这个城市范围规模不大，所以很适合来用公共自行车来做使用。那我想，如果整个建制完成之后，我们整体的规模会来到625站。然后这个车辆数会有6200辆，对于这个公共自行车的推广跟增加的使用，一定会更加的便利。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近年来，台湾积极推广低碳旅游，自行车成为细腻赏玩台湾的最佳载具。而台南拥有丰富的地景、人文景观，非常适合透过自行车来进行深度探索。我们台南市公共自行车在8月已经完成第4阶段的设置目标500站以上了，也成功突破500万骑乘人次。未来台南市政府将持续增设公共自行车站点，希望让更多的旅客体验自行车漫游台南的独特风味。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10月9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着培育影视人才，中嘉宽频3冠王双主车有线电视特别安排南影商港影视科来咱的摄影棚进行播工的参访，当中安排一系列课程，让学生了解媒体产业的运作，嘛头摆体验报新闻。南影商港影视科25名学生今日摄影棚，中嘉宽频3冠王双主车总经理陈建春亲自演讲，讲解有线电视的产业状况。头摆近距离了解节目看新闻的运作，学生拢相当期待，欢喜的伫镜头头前跳舞，即讲毋但学习摄影机的操作。配音，也搁坐上主播台来报新闻。除了实际体验专业摄影棚的运作，还深入了解节目制作的各项环节。报起来有模有样，其实学校的设备无遐尔专业，透过一系列体验课程，要让学生来看业界的专业执行，毋但对着职业规划有帮助，更会当扩大学习层面。主播要有那个，就是要看字幕要很强，然后。又不能笑场，然后又要口齿要清晰，对我这种人来说太难了。看到了大家怎么用那些专业的器具，然后还有在背后的主控台，我也觉得非常的厉害。专业的设备长怎样，以及他们怎么在业界去执行这种从录制到剪接导播的这些一系列的一些过程，让他们可以在高中职的这个阶段就可以去好好的学习如何学习的业界们这种比较专业的模式。中嘉宽频3冠王双主车有线电视用心制作新闻节目，
化的媒体重要角色，同时向社会建立正确的媒体素养观念，嘛持续甲学校合作，让学生有机会亲身体验电视节目的设备甲流程。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庆祝双十节，台南有幼儿园为了让小朋友认识国家的生日，特别举办彩鸡活动。囡仔穿着迷彩衫，老师和家长穿国旗装，斗阵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大小朋友斗阵喊中华民国生日快乐！10月10号来到，有幼儿园举办台南400庆双十的彩鸡活动，由着家长甲老师带着50名2岁到5岁的小朋友，用无同款的方式来庆祝国家生日。双十活动是那个5、6年级生才比较有的记忆。那像现在的新手爸妈啊，可能对这方面的经验都比较少。然后再来呢，刚好是我们台南建成400年。所以想说，趁这样的活动，带着我们的家长跟孩子一起来做体验。小朋友穿着迷彩衫，戴着手做的双十大纸帽仔，用行的也是坐伫娃娃车顶面，沿路挥着国旗，模样相当古锥。中华民国生日快乐！摇摇旗来，再一次来，摇摇旗，摇摇旗来，可以让他们认识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活动，这样就是双十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节庆。家长认为这是真有意义的活动，让囡仔自细汉就会当知影双十节是国家的生日，并且建立爱国观念。幼儿园嘛希望大家斗阵落实囡仔未来由咱守护的诉求，祝福囡仔健康平安大汉。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台南市立病院结合免费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以及嘉南药理大学，伫中央财政前举办银发擂台秀，总共有12组社区团体，大约320人参加。参赛者拢是55岁以上的长者，其中年岁上大的是100岁，每一位拢相当有活力。台南市立病院结合免费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举办银发擂台秀的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8档。今年选伫嘉南药理大学来举办，并结合个人福祉、养生管理系甲社会工作系合作，有学生来协助以及教师来担任评审，希望以专业的角度评选出优秀的团队。上午的开幕式包括立委林俊宪、社会局旗秘书林建南，嘛拢到场为长者来加油打气。我们台南市医院跟民会基金会举办这个银发擂台秀已经长达8年了哈。那这是第一次我们跟校园合作了哈。那目的就是希望能结合校园的这种长照的这种科系啦、健康促进的科系啦，来提供我们长者更好的优质的服务了哈。那我们很高兴今年有12队的这个各区的这个民众来参与，那更有远从高雄来的一队了哈。那我想这个大家都非常的尽心的来准备这次的活动，那为的就是能够表现自己健康的有力的这种体能啦哈。那我们在这里也非常的欣慰，大家都表演得非常的好。那看到他们健康的这种状态啊，那我们觉得我们的长照系统是有希望的哈。参赛队伍有照顾关怀据点、湿地社区关怀据点、加社区发展协会等团队，总共有12队，其中5队是首次参加，年龄层对55岁到100岁拢有，甚至有来自高雄乌来、义县千岁宝贝，每一队的长者伫个台顶共台竞赛，充满活力。每
每一支队伍有素养力、舞蹈，甚至结合舞台桥顶无同的表演竞赛，比赛竞争激烈。最后由着和蔼阳光部落团队来夺得冠军。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20年前，国外有一间病院成功帮助癌症病人在治疗癌症进前，冷冻卵巢组织进行自体稀释，并成功生下头一位活产红囡仔。目前，这种卵巢冷冻案例全球累积超过10万例。基美病院嘛引进这项技术，要来替少年的癌症患者保留生囡仔希望。基美病院生殖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温仁宇表示，有一群患者为了保留生育的希望，过去拢是以冷冻卵子或者是冷冻胚胎，但现在冷冻卵子或者是胚胎，无搁再是唯一的选择。尤其遇到年轻的癌症患者，或者是癌症的病童，一方面因为惊卵巢早衰，或者是生育的能力还未发育完全。因此，国外早就有卵巢组织的冷冻，然后进行自体移植，帮助患者保留着生育的希望。我们希望说能够把这项的技术呢，能够推广给台湾的民众，可以帮助台湾有需要的民众是在未来，如果说你是因为癌症的治疗需要接受化学治疗的药物，或者是骨盆腔的放射治疗照射，或者是任何其他的疾病会造成卵巢早衰的高风险者，其实不只是冷冻卵子，冷冻卵巢也是一个很成熟的生育保存的计划。而且跟冷冻卵子不一样的优点是在于说，它并不是一次性的，它像我们冷冻卵子，一批冷冻的卵子用完了就没有了。但是如果是冷冻卵巢的话，移植回去，我们可以分批把卵巢的片段移植回去身体里面，可以多次的延长它的生育年龄。而且呢，移植回去的卵巢如果没有其他的不孕因素，还可以尝试自然受孕。所以这是跟冷冻卵子很大的不一样的特点。这项技术虽然在20年前由着比利时圣吕克大学的病院成功帮助癌症的病人，利用癌症治疗进前冷冻卵巢的组织进行自体移植，并且成功顺利生下一名囡仔。一直到2022年，全球累积超过10万例卵巢冷冻的案例，并且有300例以上利用自体卵巢移植成功生下新生儿。目前，基美病院透过国外学习引进这项的技术，希望为年轻的癌症病患甲着得癌的病童保留未来生育的希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配合中央新南向政策，市府观光旅游局、中华台湾新住民关怀协会举办旅游导览人员培训。这届有印尼、泰国、马来西亚、香港以及越南等31名新住民学员完成培训。观光旅游局特别颁发证书来肯定。台南市观光旅游局新南向旅游导览人员培训计划，是为了持续培养具备多国语言以及跨文化理解专业导览人才。针对有心投入观光产业新住民、新二代以及外籍学生进行培训，为来自新南向国家的旅客提供更加专业、友善的旅游服务。我们看到这个新住民呢，其实是我们未来这个新南向政策可以来推动台南观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胜利军所以在陈冠洲老师的这个指导之下，那在我们中华台越的这个关怀协会的协助，我们来顺利的推动4年。目前的今天就是一个第4年的一个成果的一个展现。我们台湾的不管新住民、移工、学生，这些东南亚的国家占比已经有将近100万人了
那我们如何呢，让再结合我们在地他在这生活台湾的优势，我们透过这样的训练，可以让他们更了解我们台湾的美，而且把这个美可以透过他们的表达方式、他们的语言传递给他们自己的同胞乡亲，让他一起来体验我们这台湾的美。部分课程涵盖台南文化历史介绍、导览素养、旅游行程设计、带团实物、户外导览解说以及影像制作等等。课程内容丰富多元，让每一位来上课新住民姊妹拢收获满满。大家好，欢迎来到台南。因为我老公家他们不是台南人，所以我有空也会叫他们来。你周末要不要来台南？我带你出去玩。然后其实我老公他是高雄人，然后来台南工作已经快10年了，但是他还没有去过孔子庙，还没有去过赤坎楼。但是其实就趁着我这次学习的机会，然后我就介绍他更多台南的美景，帮助我很多，就是让我认识更深刻的台南的律师。对，像是那个台南的公子庙，就是我在知道说，原来台南市的公子庙是一个就是台湾最老的一个庙。对，公子庙对，然后就是盐水意面也是对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有带小孩他们去盐水那边吃。透过辅导计划，不但会当协助新住民以及外籍人士提升专业技能，也推广了台南国际观光景点，更会当帮助新住民以及外籍人士用力在台湾生活，进一步嘛提升了台南国际旅游的友善服务。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伫基隆市暖暖街的铁路边有一间40档的老店，专卖菜头路空米粉汤。基隆市议会院长董主委拢会利用走行程有用的时间前往品尝。毋那第一版来食着条仔，嘛对着86岁头家娘勤俭阁客气的个性，学了讲这正是台湾的精神。我们基隆人就是这样吃的。吃着沾有独家酱汁的菜头肉，议长童子伟满心欢喜。虽然是第一次来这家老店品尝这种充满基隆味道的小吃，但是一吃就爱上。但是我每次经过暖暖街，我每次来这个对面的这个妈祖庙，都会看到这些店。然后这一次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就是这个我们司机大哥跟我说这家店超级无敌好吃，所以我说哈，那我怎么可能没吃过？那可是其实呢，我们基隆人的招牌就是北菜肉，有没有？我刚因为太好吃了，我已经把它吃完了。然后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小菜米粉，是我们基隆人对小时候的一个特殊的记忆。我们的传统就是吃这些东西。然后小时候其实，在基隆这个每一个区其实都有，像我们仁爱区也有。童子伟回忆，对于吃菜头肉这种传统基隆小吃有一种特殊情怀，因为自己出生在大家族，从小吃饭都是家人亲戚一起吃大锅饭，非常羡慕同学下课后可以独自在外面吃菜头肉，因此逮到机会就去吃一次，回家就被骂，因为晚餐当然吃不下。我小时候的时候，我们家里有煮饭，每天都有固定开火煮饭，然后因为是家族，大家一起吃饭，包含公司的员工，大家我们是吃大锅饭圆桌的，所以我每次都很羡慕同学在外面吃这种小吃，北菜肉啊、菜头肉，我非常羡慕同学。有一次呢，我终于受不了了，我决定在放学以后4点下课嘛，我就自己跑去吃，一定要偷偷摸摸的，因为会被抓到。跟同学去吃，回去吃不下，也是被骂。可是因为很难得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对这个有特殊的一个情怀。这家位在暖暖街铁路平交道旁边，看起来不起眼，没有店名，也没有特地装潢过，却是已经卖了40年菜头肉和传统米粉汤以及传统豆花为主，每天人潮不断的在地小吃老店。童子伟称赞现年已经86岁的老板娘，把店经营得很成功，很亲切，就像自己的阿嬷一样。老板娘却客气地说，年轻时为了养大孩子，欧北走欧北避，没有赚什么钱，所以几10年来也都没有装潢过。你就好吃呢？
无啦，迄就简单老伙仔凊彩就煮煮。迄两阵仔我嘛想讲，迄种较少年啦，像囡仔细汉的，做无啥物通好食，饭。阮人咧做摊工哦，趁招钱，啊要做食。你讲嘛看工哦，看工。嘿啊，乌白做乌白变，做个一半。但是你的味足独特的呢。啊那，就古早做到即嘛。古早味啊。啊，就拢无变啦。咱店面吼，这么多年来拢无改变。为什么无想要改变啊？啊，趁无钱啊，趁少钱，趁少钱啊。童子伟再次称赞老板娘这种克勤克俭又客气的个性，正是台湾的精神。伊这是台湾人的精神啊！我们传统老一辈的这个长辈吼，这个就是非常的这个勤奋、努力在工作，然后存钱，这个是完全的台湾精神。而老店对面就是暖暖区著名的安德宫妈祖庙，笃信妈祖的童子伟也不忘前往拜拜致敬，祈求妈祖保佑基隆风调雨顺，基地昌隆。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行伫高雄的路上，日头相当的大，有议员建议会当参像南韩同款，伫路口替行人设置掠日头的雨伞。对此，民众的看法无同。工务局表示，若要建置，要有相关的法令，还佫需要多加评估。来到高雄的爱河之心，因为炎热的夏日，民众在转乘轻轨的行经路上都是扬伞不离手，等待红绿灯时都要找个阴凉处躲好。因为全球暖化，现在每年的夏天好像都是越来越热。为了对抗酷暑，各国都想尽了办法。在行人穿越道前多了一个大阳伞，在韩国的街道有个非常贴心的设计，大片的伞印让行人在等待时可以避暑。高雄市议员张博洋就建议，高雄很适合比照办理，可以尝试在行人比例高的商圈做示范。其实高雄市政府之前都有采取过类似的措施，包含说喷水的凉亭、喷水的公车亭，用洒水的方式来降温。那韩国的话，它是有两种，一种是帆布式，那另外一种呢是比较机械式的，然后上面有装太阳能光板。那我想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设备，台湾的厂商一定都做得出来。那我觉得市府都可以来借鉴国外的相对比较先进的降温设施，然后来带给高雄的市民更好的福利。实际询问民众的想法，许多人觉得高雄天气这么热，确实很适合尝试办理。适合啊，试试看啊。怎么说？为什么？因为太热了，我们遮阳伞有时候也是没有办法遮到，还是热的要命啊。这个比较大啊，好像有也是蛮方便的。但是也有人觉得不太需要，只要出门带把伞就可以解决了。我觉得应该不太需要为什么？因为会遮阳的就自己会带伞啊。为了对抗大太阳，高雄凤山在7年前也有设计相关设施，在机车停等区上方增设遮阳棚，但因为已经老旧到了年限，目前已经全数拆除。高雄公务局也出面回应，想要在人行道上面增设设施，可能还需要多加评估。路口设置遮阳设施，如行人遮阳伞，需考量路口行人容量、范围大小及车辆视线等多种因素。公务局将与市府相关单位评估其适用性及适法性，再行研议规划。好，毕竟行人在人行道上面不只是路面的平整，好，包含说它能够减少它的日晒，能够让它在逛商圈的时候感到相对的这个温度上可以比较舒适一点的话，其实都会有效的来刺激。那我也建议说，未来如果有相关的这个银发的园区，好，或者是说呢一些长照据点比较密集的地方，那我觉得也可以在路口设置这样子的一个遮阳伞。因为气温逐年升高，该如何对付大太阳，减少行人的曝晒时间，已经成为重要的议题。记者孙军高雄报道。高雄早山大道因为山海美景吸引不少游客，也佫随着交通流量的增加，道路安全问题嘛大大出现。当地里长指出，大道的路墩真侪拢破损，甚至有部分直接无去，希望市府会当赶紧修复。汽机车在山间小道行驶而过，仅有双向2线道的柴山大道，因为临近山和海，沿线风景虽然优美，但也充满危机。当地里长指责道路一旁路墩，有的已经破损，也有的直接消失不见，甚至一旁杂草堆中还有着大型的汽车零组件。原因就出在道路转弯处，汽机车族只要一个不留神或是速度过快，很容易就造成事故的发生。我跟你讲，来去的人吼，拢常常因为吼。
驶较紧淡薄啊，还是无注意，尤其是学生呐，都常常车祸啦。啊，我也希望说政府单位要注意这一块啦。关于这一点，近期也会请我们本地下的民意代表来替我们桃园里做一个争取，文学院到社区的道路两旁一些安全维护措施日前就有一辆由黄姓女性驾驶的自小客车搭载友人行驶在柴山大道上，在转弯处与对向来车会车时，由于太靠近山壁，进而撞破自来水加压管线，导致大量自来水喷出，如同一道涌泉。当地里长接获通报后，联系警方进行交管。自来水公司事后抵达现场，进行减压加固管线后，漏水状况才得以解除。该起事故为一名黄姓女子驾驶租赁小客车行经该处，因与对向会车时太靠近山坡导致不慎撞断自来水减压阀，也导致自来水大量喷出。因为这个区块自中山大学文学院到社区路幅不宽尤其两边的护栏已经常年遭到撞击、破损、破旧也是希望趁这个机会跟相关单位反映一下，可以来做一个维护。也希望市民朋友来到桃园里假日游玩、看风景、看日落。也注意行车安全。里长进一步表示，柴山大道许多转弯边坡处路墩都已经有损坏迹象。为了来往行车以及游客安全，除了希望民众记得减速慢行外，也期盼市府相关单位可以加速路墩的修复，或是漆上颜色容易辨识，好降低当地交通事故的发生率。记者李佳龙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10月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